立即去翻現場睇睇呢一場男子雙打8強嘅賽事，睇下蔡溫同埋傅海峰可唔可以繼續成功咧，就殺入去啊！就挑戰下個金牌。但係男子雙打我哋提及過㗎啦，競爭比較激烈嘅一個項目啊。雖然佢哋係1號種子，但係勁敵真係好似樹林咁大啊！包括咧就有南韓嘅組合在內啦，咁啊佢哋已經見到一 pair 咧，高成元同埋柳賢星咧入咗4強㗎啦。咁另外仲有鄭在成同李龍大咧，又會喺8強賽咧對住中國嘅洪偉夾住嘅沈燁。咁而家睇到咧就係蔡溫同傅海峰夾住咧就會對住丹麥嘅江納彼得神同埋拉斯姆神啊。咁上一場贏咗尤里安圖夾住古拉雲咧，咁啊對於佢哋嗰個嘅信心可能即係有所增長，嚟到挑戰呢一 pair 1號嘅組合。熒幕下方就係丹麥隊。到先攞第1分嘅你。True love. Service over. 1, 2. True all. 咁開局賽段分數可以咬住嘅2-2。出界。3, 2.爭少少啊！沛豐殺咗之後跟進，爭少少，其實就係嗰個腳啊未到位，變咗夾硬落板。蔡溫、傅海峰兩個真係一開局到依家就亦都睇到啊，半中場依家真係進步咗， 4, 3. 即係個默契好咗啊！而家先冇上一殺嗰個出界，係干納彼得神，比數都係5-3，中國隊係領先2分。就睇到自己跟入多一步嚟到打呢班跳起嘅球殺。蔡溫一下子就拉開咗啲個分數啦，6-3。
Service over. 4-6.都封到個網，係啊，好快啊，都好快。今日隊都進攻殺完之後啊，拉斯姆神啊， 5-6. 封網好快啊！ Service fault called. 開波亦都係發啦，球失誤喎。過碗 Service over. Okay, gentlemen. 今次賽事明顯係幾嚴嘅呢樣嘢。 7-5. Service over. 6-7. 個位置啊，個移動都唔到位咧，呢個波就變咗夾硬壓嘅波就落網。好靚個重殺啊，傅偉峰。 Service over. 8-6. 今日隊亦都好聰明啊！佢進攻咧追住入殺中路， 8. 變咗兩位球員咧嗰個波嘅分工都比較難去打啦。拉斯姆神啲經驗真係相當豐富嘅。係啊，呢位球手33歲㗎啦，佢嘅拍檔啊江立咧就23歲，哇！兩個拍檔相差10年都唔多見咁樣，佢就好合啊。不過佢哋而家個世界排名都唔錯，去到16嘅。Service over. 9-7. 雖然走到對方一次嘅進攻， 10. 跟住守唔到地板啦。10-7嘅領先，下啲嘅一路種子係個分數上高啊，最後可唔可以顯示到排名呢幾手高15位咧？喂，嚟到呢一度咧，就去到技術暫停咧，個分數就叫領先得幾好啦，咁啊有4分嘅差距出現咗。他抄得很紧的时候，你第一百球就他积累于拉出去。2SET Bags 流行袋專門店 Back to School 系列，款式自潮自新，全線分店暑期熱賣，仲快啲嚟搶購！睡眠嘅質素好重要，等我彈弓博士同大家推介歐化寶嘅